好多人都以為香港嘅養老院一定好好啦，但係其實香港嘅養老院一樣都有等級之分，而且差距都幾大。最平嗰種一間房可以住10幾20個老人家，空間細，私隱又低，基本上照顧都係集體模式嘅。再好啲嘅人少啲，設施好啲，個價錢立馬即刻上升。如果想要單人房，私隱度高，有個窗通風，環境寧靜，每個月可能都過5位數，唔係普通家庭可以長期負擔得起嘅。所以到最後，好多家庭都會發現一件事，唔係唔想揀好，係好嘅太貴，平嘅又唔放心。呢個時候，越嚟越多香港嘅家庭揀第3條路，佢可能會揀分時段嘅照顧員上門去服務，老人家留喺自己熟悉嘅屋企，作息、飲食、衛生、尊嚴都可以保留，成本又可以比高端嘅院舍更加可以控制。唔知你哋覺得點樣呢？